本港已進入夏季流感季節，開學至今，亦有多間學校爆發流感。有意接種流感疫苗嘅朋友，請留意。2025-26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於2025年9月25日展開。當中以下7類人士可免費或獲資助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。第一，50歲或以上人士。第二，18至49歲合資格嘅智障或傷殘人士，或長期病患人士。第三，6個月至18歲以下兒童及青少年。第四，孕婦。第五，居於院舍嘅院友。第六，醫護人員。第七，家禽業從業員。從事養豬和屠宰豬隻行業嘅人士。詳情請向你定期覆診嘅公營診所、私家診所、家庭醫生或地區康健中心查詢。